基本吼，其实当番戏吼，就伫看到吼，一啲闹热大擂台非常强嘅六强嘅故事吼，来到一啲嘅节目地图啦，大家来打嘴鼓吼，真劲係无按改。吼，六强诶，吼，给六强地图吼，做得讲係每个都很强，大家你都清强，唔过吼，问一下有信心冇？有。有信心，很西藏的哈，有信心，有哈，高台高有吗？年年有信心，读三冇把握。你是欠意的啦，你好欠意。不过其实我有信心啊，冲口就是有信心嘛。不过新欢喜嘅一件事情吼，根本伊同嘅太姐还有狗太狗大嘴骨被吃到讲，其实冲口係一天庆快乐嘅事情，快乐之后，吼，真嘅安样，你看有快乐，你看你比赛比到呀清好诶有冇？有啊，有做过奖奖，欢迎观众朋友看。吼，真嘅係安样，你看冲口嘅时节心情又清欢喜，有冇吼？有寒假吼做得搞到一度嘅朋友，嘿，亲自有同到朋友，做得讲一个有冇用歌曲来认识朋友嘛？好，按样清。係清爭掉嘅一件事情吼，不過講起來吼，嘅下嘅廣告嘅時間吼，嘅同嘅國泰國嘅打嘴鼓吼，談講咧國泰國吼，國泰國你啊都當伊有名咧係冇？講起來當歹勢啊，嗰啲啊個街路哈，行路嘅時就去土豆，嗰啲歐子上、歐亞上哈，讓佢打招呼，其實應唔是幾多啥，其他就天使看到嗌啦，主動咧讓佢打招呼講，哦，你高先生，你當我唱歌喎。鬧嘅打女推係冇講係啊係啊，係啊，所以你啊要當到嘅，你講粉絲係冇？係啊，哦，家個睇講凍定一下，叫凍粉凍豆啦，凍粉一豆啊，麵條也一豆啊，唔講係青豆嘅粉絲哦，還跟一隻小秘密，有冇去買包嘅？有冇去買包嘅？嗬，有啲冇，去調價位，多半去量。很好，難怪是都按國泰哈。買包會送媽媽，當時看到阿姨買包，買一家又送阿一家，多加一家唔愛。加一家半年吼，唔過你也是你向前聽，當熱情，也係表示對應該一種嘅支持吼。記得天使看到講，誒高先生，你啲阿記吼，係咪有慢咗床上椅，係咪夠你？過分啲喎。哦，係咪夠你哦？嘅睇隻有冇？表一下呀，中國統一表，個黨粉咪統一表一下呀。我還沒當到粉絲哦，係啊，喺 FB 當過當到粉絲哦。你有 FB 哦？有啊。哦，跟住 FB 一青島嘅黨粉係冇？有啊，當過啦，黨粉米粉之有咧。會統一加油係冇？有，同部當嚟加油。跟住幫你批評指教嘛？哎呀，你呀幾樣創，幾樣創。有，佢講創得當好咧。從到頭，唔是佢指教咧，其實都係我講勁加油，真勁嗬，勁鼓勵，感覺真溫暖啊，真歡喜嗬。係啊，真歡喜。不過問下嗬，其實從山高處嘅平常時嗬，你講田分之內，嘅國泰國講一條歌從200遍，係冇？嘅可能嘅台姐講40遍、50遍就青島嘅嗬。係啊。不過平常時去上班啊，一樣練習咯。冇時間好練習啊！200遍咩講是擺床200遍啊！你床嗰啲你床10遍，20年是200遍咧。係，所以平常時都不係容易去練習，聽你躺 CD 咁樣練。開始先發聲練習嘛。發聲練習，然後上會唔好來趕快時來讓老師。你線上就唱歌誒，比方說彈一遍來看看彈2-3遍，然後早年喺家線上所教誒，係重複，從錄音帶用那邊重複那個唱出來，照記嘅方式來唱。所以肯係就老實講啦，肯係總得跳來，又肯係一步，很踏實咁練習咁多啲嗬，太犀利。我喺見企鵝都不係上班家，也咩來練。上班我做個包包哈，我查下咩哈，拼車啊哈，見查就見練，查一下要嚟看一下歌詞，配歌詞啊，匆匆又唔記得要嚟看一下，個下半夜同樣其他咩練啊，練就因為窗門也躺到啊，做得太大長裝，因為你有戴個安全帽係冇？你戴個安全帽，唱歌嘅時節平日躺唔到，唔講你自家談會清清楚咩？清清楚，那他知道講，哎呦怪樣咧，嘿，做你有天羅地網有
嘅音乐掉落去，当来继续训练。我知道哦，你个舞台字吼，係一個吼清樂觀嘅人吼，咁清消眠吼，動快樂係動快樂，跟住比賽要緊張嘛？唔會緊張啊，唔會緊張哦。吼，你眼蒙用，你看練習加減啦，加減啦，咩足嚟講唔會緊張啦。不過佢練習衝過嘅時間，然後跟住企到嘅舞台上吼。嘅感覺係完全冇共樣嘅，係啊，吼，係啊，因為嗰種嘅氣勢，吼，嘅樂吹啊，哇，佢係真專業嘅，係，吼，有一種真經切解係高尚嘅感覺，有，係看到嘅鏡頭就動聽嘅，動聽嘅，嗰時嘅個大個要像睇這樣樣嘅嘛，佢從高是當開嘅哦，我一開始當緊張哦。你講啱啱開始上比，先給大家上比，體育家上比比賽，先我錯下路，我是第一念有詞嘅，我是記唔記得？記唔記得啦？是第一，新冠第一都是念有詞，因為下加時輪到我哋，其他場嘅時候，我下邊什麼新民場我見掉，啵係嘛？唔會嗬，我哋擺做創體育啊，佢很咩六強，反正一開始我就因為我63年擺定來創嘛，就做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就擺到體育啥，體育啥就一開始我做上一創啊，佢說冇緊張嘅時間嚟啦，國泰國講嘅冇強樣啊，其實今天簽名意啥，我體六三，我咩我冇時間我緊張，一下來就上去嘅啊，有實力唔是強啊。哦，唔過緊張係真平常嘅事情啊，係啊，衝過嘅，係較刺眼吼。唔過吼，佢你衝到暗房，又暗好衝，又暗，有冇暗好衝到又暗快樂，摸下嘅人支持。我先生冇都冇人去我帶，佢說我一比我咩唔知幾點嘛，我就當快樂去唱歌啊。唔過冇相關有粉絲就好嘅，係啊，有粉絲就好嘅，係嘛？粉絲就好嘅，哦，跟高抬高嚟。我本樣當之前啊，我語唱係些練唱係些啦，係咪來彈？嗱為冇唱歌啊，嗬。咩我缺點是講到每日咪是這樣，秀每嘢是係有點缺點，冇秀動這樣。我本樣就講，要不要導演咯，做唔得咯，叫人嚟講。嗰係表示太少啦，都唔唱歌。點會唱歌？基本彈，因為當時老年大隊退休，就坐喺旁邊聽下看。哦，聽下看。其實評審又慢講，其實學起來咧。哦，當然正談評審容易來公平，係講嘅缺點是容易吸收起來，所以也是監督你嘅意思。我喺從冇好嘅地方，是從個評審講嘅。你兩位鬧評審講嘅工作，你會冇唱歌。啊，難怪人類嘅進步嗬，很好哦。唔過嗬，也都係一個比賽嘅過程啊，我係知道講，按用比賽嘅過程，其實嗬係親好嘅回憶，係冇？昨天講嗬，也係親好嘅一種嘅一種嘅經驗嘛，一當好嘅一種嘅經驗嗬，係講有冇嘅從你面對當到嘅挑戰嘅時間，有沒有覺得自己最大替大家而去克服嘅困難，而容易來面對挑戰，有咁樣想嗎？冇有乜特別想，咁樣想啦。我是要從山歌是快樂嚇，線上教嘅新嘅歌，我是認真去學。學壞咧，要做哪出去比賽，我是想當翻去。很好啦，要打到好嘅名次嚇。很好啦，睇住有冇？有，我是想特別上台做一個本來表演嘅機會，我就當做表演嘅機會。親真相，係操作安尼，按你就操的。我媽媽要親支持啊！我媽媽90人歲啊，大概9月大月播出嘅時間哈，準時收看，基本上上次就隔壁連沙，唔睇緊我嚟看咯，我喺度嘅唱歌嘅啊，佢嘅演唱會用有冇？哦，佢禮拜應該看2擺啊，重播嘅時間，重播咩看咯？重播也去看，總唔得跌睇咯。佢真嘅親好呢，因為阿妹90人歲咧，很早地看到。冇嘢要磨嘅，必須唱山歌。點解當佢唱歌？而家當佢唱啊！係啊。不過其實因為而唱嘅係傳統名，學嘅流行歌曲一千會唱嘛。幾點都考會唱流行歌曲。幾點都考會唱流行歌曲。事情。學嘅而家會吧？係我咪做得啦。而家千會是唱嘅。我以前咪到9月大月頭比流行組，比嗰啲將來繼續比呢個傳統組。
安阳人哦，歌台歌的，歌台歌流。那一块是传统快是。流行歌曲有兴趣吗？有兴趣啊，有兴趣。将来电脑睇我仲来学。慢慢来学。你讲其他无法度流行诶。歌词收一下啦。歌词很长啊。歌词很长。咁难开始做诶。系啊，传统嘅司机听听。啊，传统嘅司机像平板也系嘛，哦，司机听听，唱来唱去。不过，想嘅歌词较难配，不过其实传统嘅曲调其实对眼底嘅，因为眼系，因为讲眼系，眼唔系真会唱歌啊，不过眼暗听起来眼系感觉讲传统吼，传统嘅歌曲有传统清难嘅地方，较难唱眼系感觉系按容易。不过眼也唔可以讲流行嘅歌曲真简单，唔系按用嘅意思，佢有无腔嘅特点，哦，无腔嘅感觉，吼，其实按容易。不过眼底吼，你其实。事业新意开始，你有人气王嘅发通，系啊，希望哈，你有没有压哈哈？要不要同你嘅粉丝有没有拉票一下？哎，太搞好哈，你嘅粉丝吧，哈，我嚟打票打崩嚟哈。啊，冇咧啊，按有聽哦，按有是做得係嘛？歌台歌攞一下嗎？全國嘅客家鄉親大家好，呢下六強開始比賽咧哈。呢12月號開始有個粉絲人氣王嘅票選活動啦哈，希望大家繼續讓我來支持，讓我票好過到來，希望大家。耶，當好。其實因為兩人希望吼，其實未係一種嘅，唔係講只是三個衝動用意哦，上次未係一種嘅發通嘛吼，未意興起吼，啊大家做得哦，哇，看自家嘅有冇支持嘅人吼，咪熱到吼，所以吼，咪轉移到自家嘅鄉親朋友吼，還有同學啦、領撒啦吼，對，เรา記得講哇，呢啲下係鬧嘢打對佢嘅六強吼，做得參加人希望。嘅發通啊，唔講我起重又係，你到比賽間嘅吼係現場嘅，係現場嘅嘛吼，古時候哇，係大家吼天才記得嚟收看，吼了解是當場啦，所以咧吼，鄉親朋友吼，根本嘅其實非常嘅歡迎嘅，做得繞牆到呢個歌台歌，還有呢個舞台節吼嚟到節目地度吼，所以咧希望大家係講，你係幾屆歌台歌嘅支持者，然後你舞台節嘅支持者吼，對多多幫佢哋鼓勵吼，讓俾你佢哋吼，嚟六強賽來，哇，要決賽咧吼，天才佢哋收看哦，今日非常歡迎佢哋來參加，先聊下，等下就上來。